重新裝修過，間隔亦都非常之實用。以下呢條片可能都會適合你。Hello， 如果你係雙方想聽到嘅話，我同你幾分鐘睇下有呢個單位啱唔啱你啊？今日我哋就拍台山嘅華華大廈參觀一個3房嘅單位。有冇諗過實用674尺嘅單位，可以有一個使用率咁高嘅長方形下飯廳？單位位置於城市花園附近，如果生活上嘅補給亦都非常之方便。嚟到廚房嘅位置，可以睇到有足夠嘅空間安放到洗衣機同埋雪櫃。由於單位都係重新裝修過，所以保養都非常之新淨。而嚟到第一間房，可以靈活嘅空間亦都唔少，主要景觀都係望返附近城市景。浴室係乾濕分離，同埋配上活動窗。嚟到另一間睡房，間隔為長方形，景觀係望返去城市花園方向。嚟到最後一間房，有兩邊窗增加返空氣流通之餘，仲有個浴室。